家嘅中堅咧。咁今屆喺法國隊打個右閘，亦都係打得咧就係好出色，係令人眼前一亮，估唔到啊！好啦，呢個波有啲機會，中間馬道迪上腳俾翻過嚟，右邊基斯文攬一攬，但係對方好快埋嚟逼，佢都仲護到個波，回翻俾後面嘅安桑斯拖翻慢啲啦。呢個時候可以，我相信安桑斯入嚟嘅其中一個作用，因為干提咧佢覆蓋嘅範圍好大，但係咧就欠缺高度。安桑斯入嚟咧就可以喺高嗰方面咧唔使咁吃虧。呢度盧卡倫迪斯去咗過咗兩關。有一樣中間，再俾入中間，完全空晒安巴比，你會唔會入分啦噃？4-1，俾你講中啦，強尼。係啊，係咪有機會變為最多入球嘅一次決賽啊？4-1啦已經，安巴比仲有機會入啊！繼比利之後第2位啊，喺20歲以下喺決賽能夠攞到入波嘅球員，射得靚，嗰啲波射得靚。呢個波亦都安巴比喺今屆賽事嘅第4個入波啦，一立禁區頂撳翻個龍門嘅右下角，一標入4角，冇得打啦！嗰啲波膽冚唪唥數錯晒啦！冇計啊，因為呢度盧卡倫迪斯連續咁樣係過咗一關兩關，跟住俾個靚波啊，中間一攞睇一睇，再攞翻手邊嘅右下角，又係遮龍門，咁啊可以數少少宣佈冠軍係屬於法國都得啦，4-1啊！咁啊當然克羅地亞球迷佢話：我哋仲有20分鐘，我哋仲有啲希望，睇下可唔可以創造到奇蹟啦！睇翻呢個波咧，安巴比撳得真係好靚，4-1，咁啊形勢又拉開啦，我哋都將個距離拉翻過去香港嗰邊啦。哇！一交翻過嚟。